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总统赖清德昨暝伫桃园发表着团结国家十讲的第二讲，特别来引用着民主导师蒋渭水的名言，希望会当团结着国家。总统嘛讲，要透过一届搁一届的选举罢免，拍掉杂质。不过，拍掉杂质这款的形容是互在野党真不满，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绝对不是民进党眼中的杂质。蒋渭水医师喊出“同胞需团结，团结真有力”。以团结为中心，总统赖清德国家十讲的第二场，引用民主导师蒋渭水的名言，佮讲到前总统蔡英文的4个坚持，强调中华民国派反共护台，像打铁铸剑一般，打掉杂质，淬炼出捍卫主权、守护民主钢铁般的意志。主动讲到罢免是为了拍掉杂质。若要听起来真长耳，国民党立委讲这是要消毒异己。他把在野党的立委都当作杂质，那民进党立委是什么？相亲相迎的庞公公啊，让人不寒而栗。这是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统应该说的话吗？我希望赖清德总统针对自己的失言，我希望是失言，不是他的真心话。17个讲法引起风波，民进党讲唔通对号入座。重点是团结，但是为什么他们突然间就听到杂质就意有所指？是想要特别对号入座吗？总统府嘛发表声明，强调演讲结论讲到的淬炼的结果是反共的中华民国派加上保台台湾派，作为团结反并吞。尤其是赖清德2019年伫美国演讲主题就是用民主淬炼国家团结的力量，所以讲唔是头一摆以自强为例，希望政治人物唔通想济。是讲地方的县市首长嘛真不满，团结十讲一直讲到英国历史。台中市长罗秀燕评论讲，这拢是赖清德个人的历史观点。我们没有意见哈，对总统的史观。不过另外一方面，总统既然有时间开讲，我要建议他要谈谈民生疾苦啊，不要只谈长毛象。赖清德以团结为名，要听国人的声音。不过目前的难题之一，议员都在思考要安怎消毒杂音。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